你好，2月21號星期六，下得最密財經頻道輕鬆掌握財經動態。星期五港股馬年第一個交易日陣同咁走低，恒生指數收跌1.1%。星期五 A 股春節假期繼續咁休市之中，港股結束咗春節假期就開市啦。中東嘅戰雲密布，美國同埋伊朗再爆軍事衝突嘅憂慮之下，港股第一個馬年嘅交易日紅盤咁低開低走，收跌近300點。香港特區政府話，為咗進一步咁多元化嘅發展香港嘅國際金融業務，特區政府正全力咁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將以3年超越2000噸為拓展在港黃金倉儲嘅目標，打造香港成為區域黃金儲備嘅中需紐扣。星期五，美國最高法院推翻咗特朗普嘅關稅。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依照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所實施嘅相關大規模嘅關稅措施缺乏明確嘅法律授權，基於美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所徵收嘅特朗普關稅金額已經超過咗1750億美元。隨住最高法院嘅裁定，佢違法，呢一筆款項可能需要退還。特朗普喺白宮召開新聞發佈會嘅時候就表示，將會喺現有嘅關稅基礎上徵收10% 嘅全球嘅關稅，所有嘅現行嘅國家安全關稅從即日開始全面咁生效。稱根據122條款嘅話，響已經徵收嘅正常嘅關稅嘅樓上，額外咁徵收10% 嘅全球嘅關稅，為期150天，仲將會啟動幾項第301條款調查以及其他嘅調查，以保護美國國家免受不公平貿易行為嘅侵害。星期五嘅港股三大指數集體咁下跌，收盤嘅時候恒生指數收跌1.1%，報26,413點。星期五嘅美股三大指數集體嘅收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到0.47%，納斯達克指數升到0.9%，標普500指數升到0.69%，中國金融指數就跌咗0.05%。美國12月份嘅核心 PCE 通脹漲幅超出咗預期，並且種種嘅跡象表明咗1月份嘅通脹將會進一步咁加速，呢將會強化市場對於美聯儲6月之前唔會減息嘅預期。交易員將美聯儲減息嘅預期重新提前去到6月份。美國12月份嘅核心 PCE 指數環比上升0.4%，高於經濟學家預測嘅上升0.3%。核心嘅 PCE 通脹率同比上升3%，高於11月份嘅漲幅2.8%。美國12月份嘅核心 PCE 物價指數年率錄得3%，為2025年2月以嚟嘅新高，高於市場預期嘅2.9%。美國2025年整體嘅國內生產總值 GDP 增長2.2%，低於2024年嘅2.8%。2025年嘅年底，美國經濟增長低於預期，受到創紀錄嘅政府嘅停擺消費支出同埋貿易疲軟嘅拖累。美國第四季度嘅實際個人消費支出季率係2.4%，持平於預期，低於前值。美國第四季度嘅年化實際 GDP 總量係241000幾億，高於前值嘅24萬億。美國第四季度嘅 GDP 價格指數係錄得3.6%，高於預期嘅2.8%，同埋前值嘅低於前值嘅3.8%。經過通脹調整之後嘅第四季度嘅國內生產總值 GDP 年化增長率係1.4%，為2025年第一季度以嚟嘅新低，低於上一季度嘅4.4%。由於工廠訂單嘅減少、服務業新業務增長放緩以及就業增長嘅全面嘅停滯，美國2月份嘅商業活動擴張速度為10個月以嚟嘅最低。美國2月份嘅標普全球綜合 PMI 錄得52.3，為10個月以嚟嘅新低，低於預期，低於前值。美國2月份嘅標普全球製造業 PMI 錄得51.2，為7個月以嚟嘅新低，低於預期，低於前值。美國2月份嘅標普全球服務業 PMI 錄得52.3，為10個月以嚟嘅新低，低於預期，低於前值。美國2月份嘅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係56.6，低於預期，低於前值。美國2月份嘅
一年嘅通脹率預期係3.4%，低於預期，低於前值。美國2月份嘅5到10年嘅通脹率預期係3.3%，低於預期，低於前值。美聯儲嘅博斯泰克就表示，中性嘅利率可能會比目前嘅政策利率低0.25%至到0.5%。如果通脹走勢行錯咗方向嘅話，並且開始上升，咁美聯儲就不得不將加息嘅選項擺到台面上啦。預計美國2026年嘅 GDP 增長係2.4%，2027年嘅增長2.1%，並且響2028年嘅時候恢復到趨勢嘅水準。歐元區所公布嘅2月份綜合 PMI 初值係51.9，高於預期，高於前值。高盛預計2026年央行嘅需求再加上私人投資者增加持倉，將會支撐住金價穩步咁上升，黃金價格將會逐步咁攀升到2026年年底嘅時候去到$5400一盎司，多元化嘅配置將會帶嚟上下嘅空間。中國官方所公布嘅1月份人民幣抽督到年化增長率係9%，即係話你手頭上嘅1萬蚊每年就會少咗900蚊，購買力點先再得翻，一齊探討下今朝嘅經濟狀況。上個星期五收盤嘅時候，上個證券指數收於4082點。尋日星期五，香港恒生指數跌咗292點，收報26413點。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咗230點，收於49625點。美元兌人民幣中港價報6.9080，搶1美元紐約黃金報5115.94美元一盎司，紐約原油報66.33美元一桶。美國10年嘅國債收益率報4.086。香港厚德載物財經頻道，我哋嘅理財風格側屏服務助理，家庭保障投資理財事業發展更上一層樓，祝你事業運轉，鴻運當頭。